面对国内少囝化的危机，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，这台湾逐档摕掉的囡仔数量是济过出世的婴仔，真侪人摕囡仔，就是为着因的婚姻、个人也是讲这个经济的因素。所以民间团体就建议政府要来提供个案的管理师，了解有心妇女的困难，帮助因解决问题，才通减少摕囡仔的几率。国内少囝化危机已经是国安危机。根据国发会的统计，台湾去年出世的翁婴仔有14万人。不过，民间团体指出，台湾当年有超过20万人厝摕囡仔，数量真多。因为国外的统计指出，大部分妇女把囡仔摕掉的原因，包括伴侣关系问题、个人规划问题，还有惊饲袂起等等。我们就 RU486，我们过去22年当中，我们用了306万多颗 RU486哈，所以我们表示说，我们有100多万个胎儿在怀孕7周之内就被剁掉哈。民间团体认为，只要协助有心妇女克服这寡现实层面的难关，就通降低摕囡仔的人数，增加生育率。因建议政府若知影妇女有心啊，应该提供个案管理师，深入了解有心妇女，处理因心理、身体的问题，降低摕囡仔的意愿。应该有个諮商輔導的機制，這當中讓他們了解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，怎麼做出一個好的決定。還有怎樣的資源可以幫助他？我們有一個高風險孕產兒關懷追蹤的一個計劃。好，那對於說今天如果我們發現有懷孕的婦女，她有健康上面的風險，或是說她有社會方面的風險，那我們會去徵詢她的意願，然後幫她做收案的管理。那在過程當中，除了她提供她懷孕過程當中必要的這些醫療照護之外，也會幫她協助轉介去銜接到福利相關的這個資源。國建署表示，今麥針對高風險的有心婦女，有提供個案管理的服務。一般婦女若有摕囡仔的想法，也有提供指引協助婦女做決定。但是民團建議，通為行政院的小資女化對這計劃當中撥預算，或者進一步提升相關的服務，望國建署通甲意見早點去參考。記者郭林玉凱台北報道。